來看這個高雄市無黨籍的原住民議員范積鑫，那像是牽涉到甲地方的工程收烏西，所以昨予檢調人員甲約談，訊後是認定伊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等等，而且罪嫌重大，有羈押的必要，所以甲法院申請羈押禁見。總質詢追蹤山區建設的進度，高雄市無黨籍的原住民議員范積鑫起訴烏西，找了去橋頭地檢署約談，因為伊捌是原地高雄縣上少年，嘛是頭一個原住民族的校長，佮捌做過高雄市原民會主委。消息傳出來，大家攏錯一條。我也是6點多接到消息，就是問了家裡人之後，他們也一無所悉。那我早上也問了，就是不知道，就很突然，所以大家都一無所悉。江北古堡的小妹立委吳麗華表示，完全唔知影。根據檢方的資料，范積鑫疑似涉入原住民地方的工程，甲相關的工程業者羅鏈烏西。檢調接到通報了後，就去敲催，而且約談涉案人甲證人了後，認定范積鑫涉案貪污治罪條例等等罪嫌。高雄市議員涉嫌向工程設計公司、營造公司、土木公司索取賄賂，經檢察官訊問後，認被告范某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重大。在台下頂唱歌，范積鑫積極參加原住民的活動，不過檢方認定范積鑫嫌疑重大，而且有羈押的原因甲必要，已經甲法院申請羈押禁見。橋頭地院初一透早已經收件，煞尾會召開羈押庭，裁定是毋是要羈押。記者綜合報道。